26年4月10號夜晚煮呢個親川粉一半啫，可能唔夠。咁有蛋啦、蝦啦，會煮埋啲帶子、葱啦、菜啦、芽菜啦。咁因為啲親川粉可能唔夠，咁可能我會加媽咪咪。就先炒嗰啲菜、芽菜。先炒嗰啲菜、芽菜淋咗先，煮完，跟住先擺親川粉、帶子蝦，最尾先落蛋同埋撈埋一陣，落咗水先淋湯，黑椒粒。一陣淋嘅應該會用翻媽咪邊個包味粉，可能仲要加多轉手又加蠔油，好似今日咁。加多咗水、蠔油同埋呢個蝦帶子，煮下先。啲蝦都橙橙地，應該差唔多可以落蛋同埋媽咪咪。落咗蛋媽咪咪同啲粉撈啦。加咗媽咪麵都好似冇夠，我算加咗葱。試下咁夠啦，因為加有媽咪麵落去。你食唔食到有媽咪麵？因為唔夠啊嘛，你啲親川粉得8半，加咗媽咪麵都唔係好夠。